咗2晚咋，入邊滿滿都係蚊。呢排有少少升溫，啲衰蚊又出嚟揾食啦。細佬又被蚊針，啲蚊成晚嗡嗡嗡咁叫，我真係冇覺冇瞓。蚊香味又大，我唔想小朋友吸咁多。日本 Yohon 防身 UVA 光誘滅蚊燈 Pro 2.0，效果勁 work 啊！放咗2晚咋，入邊全部都係蚊。之前晚晚被蚊咬到瞓唔好，直到我用咗呢部365mm 科學波段 UVA 有蚊光，夜晚暗少少，效果會更集中，模擬人體皮膚反射光，更易引蚊。2000伏高壓電網，即速即處理，夜晚開住啲蚊都慢慢少咗。而家唔使再驚俾蚊咬啦，純物理有蚊，冇氣味更安全。撳光撳模式會自己判斷開關，插電用、無線用都得，台面落地掛起都得，出去露營都可以帶埋，擺喺蚊多個位置，效果更好。IPS 4防水可以直接沖洗，平時用無刷清潔就得啦。回南天加潮濕天氣特別多蚊，以前晚晚都要起身拍蚊，而家成晚都安靜晒。想真正防蚊就用 Yohon。